万人的印象。古诗丹青引荐做白将军，杜甫。丹青引荐做白将军，作者杜甫。将军为武之子孙，有今为士为清文。英雄各具随意义，文采风流今尚存。学书初学会夫人，但君无过忘忧君。丹青不知老将近，富贵有某如后闻。开元之中尚殷健，声闻所向难分辨。凌烟功臣少颜色，将军下笔开生面。梁上挑上进贤官，领将腰间带羽箭。宝光岳光无法动，英姿颯爽来行前。先帝天马玉花窗，华光如山貌不动。是日天来接地下，今日冲合成中风。召为将军屈关索，意将惨淡经营中。丝丝九重真良出，一线万古还马空。玉花却在古塔上，塔上灯前日相向。至尊含笑吹素金，愚人太薄该丢中。地主罕敢做入室，一名画马共书上。敢为画玉不画骨，忍使画流去雕塑。将军画线改有形，我红大树一下金。即今漂泊干戈者，羽毛心上行路人。刀强换作上眼笔，世上未有如风平。但盼古来圣明下，终日贪婪点滴心。谢谢您的观赏，希望您会喜欢我为您制作的影片，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。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